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几个月前开始，就有讲关系教会的信息。咱有讲教会应该亲像心灵的病院，应该亲像主内家庭，应该是见证的团体。咱今日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教会应该是一个信仰的学校。牧师会特别强调这个主题。所以咱会分应该是7讲还是8讲，甲大家做伙讲这信仰的学校这主题。伫开始之前，咱先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伫圣经就是你的话中间有记载你的心意，会当互阮每回咧读的时，就会当明白主你的心意是啥物。愿恳求主，你帮助阮，就是找见圣神运行伫阮中间，拍开阮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更较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也小事开力，互阮会当将你的话真真正正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开始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信仰的学校。咱今日是咱过旧历年了后，除了初二以外第一个礼拜，新的一档开始，咱每一个人搁加一岁哈。有的人无啥想要承认讲家己阁老一岁，但是我相信大家拢会真感叹讲时间过了真紧，秀一下一冬就去过去啊！你看咱打咧过迄个新历的过年，即摆已经2月底啊，阁无偌久，后个月3月，咱今年阁过1/4啦，所以时间咧过真紧。伫遮尔紧的一个时间的过程中间，咱伫信仰顶面，咱嘛爱做一个反省，就是咱到随着年岁的成长，伫灵性顶面也不断来成长。保罗先生甲咱勉励讲，虽然咱外在的身体渐渐衰败，但是咱内在的生命却日日更新。保罗伊嘛有体验到，伫伊的人生的过程中间，过中年了后，肉体就慢慢衰败。但是伊伫这个过程中间，伊看到一个愿望。伊讲，虽然肉体的衰败，但总是咱内在的生命，确实会当日日更新。这带互伊一个真大的快乐的来源。通过这段经文，咱嘛知，咱的生命需要不断进步。所以上帝呼召咱组成教会。教会的存在就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所有入来到这个组织、入来到教会内底的兄弟姊妹，伫信仰顶面拢会当进步，伫灵性顶面拢会当长进。所以，咱其实会当将教会看作一间是信仰的学校，咱每一个人拢是一间学校内底的学生，咱拢伫这间学校内底咧学习，目的是要互咱的灵性、信仰的品质更较好，互咱信仰的生命更较成熟。这是一个信仰的学校一个真重要的目的。但是如果咱若伫这个信仰的学校，一日过一天，逐礼拜来遮礼拜了，搁转去。一点仔改变嘛无，
你就失去教会应该爱扮演的功能。所以牧师要透过使徒保罗所讲的这段话，甲大家做伙来思考，这个信仰的学校，咱应该爱做啥物？咱来明白，教会是信仰的学校。今仔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甲咱讲，主要说伫教会内底，属了无共款运势的人，互无共款运势的人组成做教会，是为着一个真重要的目的。咱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安尼讲：讲伊指着有一寡人做使徒，一寡人做先知，有人传福音，有人做牧师，或者是教师。伫即个教会中间的无共款的职分，是根据运势来分配。然后，这无共款运势的人组成，伊的目的是要安怎？是要准备上帝的百姓为伊工作。起造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然后有一个真终极的目标，伊讲最后咱会将对上帝的囝有一致的信仰甲明白，咱会长大成熟，达到基督迄个完整的境界。所以咱有一个真大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亲像耶稣基督完整的境界。然后保罗搁来讲，为什么要安尼？因为咱是活踮伫一个充满有血黑暗的世代。如果咱若无起造一个正确纯正的信仰，无亲像耶稣基督相款的能力的时阵，咱就无法度去面对这有血，真容易的亲像囡仔相款，有一寡异端，有一寡学说，咱就对伊安尼互伊拖咧行，然后亲像互伊安尼摇来摇去、飘来飘去。家己毋知家己的信仰是啥物，所以教会才做一个信仰的学校，爱帮助信徒来做好装备的工作。所以这段经文中间，咱看见到保罗讲，上帝互咱每一个人伫教会中间有无共款的恩赐。这无共款的运势，就是要互咱大家共同为着上帝来做工。做工的缘故，咱来注意第12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讲安尼，讲无共款的运势组织起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起造教会，基督的身体。这是讲啥？起造教会就是你甲我嘛，牧师甲大家讲过，教会是一群人的集合，就是为着要起造咱，互咱的信仰会当稳固起来。咱每一个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咱来明白一点，伫教会中间，无论咱得到的运势是啥物，有的人口才真好，真够说明代志。有的人真够人关心，有的人真够人探访，有的人有音乐的运势，有的人有服侍的运势。无论你有啥物款的运势，咱拢来集合起来，放伫同一个焦点顶面，同心尽力，目的就是要帮助其他的教会集体被起造起来，起造起来，互咱伫教会生活中间。咱信仰的生命更较丰富、更较完整。最后，安尼做会调整一个目标，就是咱会对上帝囝耶稣基督有一致的信仰甲明白，然后咱会长大成长，达到基督迄个完整的境界。所以教会的这个信仰的学校有一个上介大的目标啊，就是应该是咱共同的校训啊，就是咱爱互每一个信徒，拢会当亲像耶稣基督同款，
到耶稣基督迄种完整的境界。有人讲哦，这个目标太大，无可能安尼嘛，大家无可能亲像耶稣基督。但是迄是差伫咱头前的目标，咱得爱往这个目标去做。安尼，咱活踮伫这个世代，咱就袂受到一寡异端学说，听起来感情是真，其实是假的这个讲法去影响，互咱的信仰无法度徛在。但是倒边来看，如何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认真去学习，伫教会的牧者甲中职的帮咱下面，大家伫这信仰好好来学习，咱会当徛立坚固，无受到这个代志来影响。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今日上帝互教会内底有牧者。有中职，有同工，大家所努力的，就是要信徒的生命成熟。教育是互人成长上界有效个方式之一。接下来牧师要带大家来看，就是讲一般人对教会内底的装备课程，还是信仰教育。有过来错误的认识，咱来了解。因为我拄则讲过，教育是互人成长上界有系统、上界有效果的方式之一。但是，如果咱对这个教育系统有一寡误解，咱就无法度真认真去参与。第一个误解是啥物货？就是大家认为讲信仰教育只是咧讲解圣经的故事。有一寡人会将教会信仰教育讲反正就是咧讲圣经的故事，圣经内底的人物，这故事的传达，将这故事讲互未信者听，互伊了解圣经的内容。这无完全毋对，这只着一部分。咱对圣经的内容爱了解，但是咱爱明白一点，咱咧教育信徒伫这个了解圣经的内容的过程中间，有另外一部分较重要，就是这内容所传达的信息甲意义。若毋是安尼吼，安尼圣经变做一个过去的历史，只是过去发生的代志，甲咱今仔日咧，咱每一个人一点仔关系嘛无。咱会认为讲圣经只是古早以色列人所发生的故事那尔。伊甲咱的今仔的生活一点仔关系也无，但是咱一定要明白一点，咱所读的圣经是一本真特别的册，伊毋是干那对过去的历史的记载尔，伊会当互咱对这本册中间去学习到安怎去面对现主时的世代，咱所拄着的问题。圣经拢有一寡原则会当帮助咱去面对解决。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信仰教育毋是领了解圣经的故事，是爱通过圣经的故事，帮助咱有能力去面对现主时这世代所拄着的问题。第二个误解，是讲信仰教育就是伦理道德的教导嘛。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讲。咱来教会受装备，目的就是要训练出遵守规矩、品行真好的信徒。实际上，牧师要大家讲，教会的信仰教育，毋是要逐你讲你爱安怎做，才是一个好人。教会毋是要安尼来大家教。教会信仰教育是要逐你讲。讲咱每一个人拢是罪人，咱每一个人拢无够野，咱每一个人拢是软弱的，咱每一个人拢需要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这点一定爱想互大家了解。当咱了解讲，因为咱对上帝遐领受真大的恩典，
所以咱需要有伫生活顶面有好的见证，来回应上帝大爱疼痛。所以教会的信仰教育，毋是简单限制咱所讲的生活与伦理啊、公民与道德，才爱做啥物款是好的代志，毋是安尼，是互你先明白，你安怎去得到救赎的恩典，然后爱安怎回应上帝这款大爱疼痛。这是第二个误解。第三个误解，这是常常咱拢会要做是安尼，就是讲教会信仰教育只是对儿童信仰的培养，甲大人无啥物关系。所以我只要来礼拜就会使啊，我只要参加团契就会使啊，毋是安尼。教会信仰教育是对所有年龄层的信徒的教育，因为教会的教育工作目的是帮助人来了解上帝大爱疼痛。这所指的人是所有的人，包含大人甲囡仔，所以每一个信徒拢需要接受。咱除了有真好的儿童主日学以外，咱有真好的老师、真好的这服侍人员，咱嘛有真好的学生。这细囝因伫遮受真好的信仰教育，但是相对咱大人就确实较无认真啦。咱拢想讲咱已经毕业啊，其实伫信仰的学校，咱拢未毕业，甚至做到牧师嘛也未毕业。伫圣灵主日学中间，也有其他的装备课程，咱会当选择来学习，互咱的信仰会当日日进步。你会了解，你若今仔无进步，你就是退步。所以咱一定爱要求咱讲，咱今仔日会比昨下好，咱明仔载比今仔日较好。这是咱爱对家己有一个要求。最后一个误解就是，误解信仰教育只是对信仰知识的一种传达。大家会认为讲，信仰教育就是帮助信徒去了解一寡信仰的财物。其实真正的信仰教育是爱帮助信徒将这已经了解的财物运用伫生活中间。雅各书的作者安尼讲，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咱爱将咱的信仰落实伫咱的生活中间。举一个例来讲，我相信真侪人拢参加过教会有关祈祷的课程。咱学习安怎去祈祷，安怎替别人祈祷。学习了，有真侪人都拢无做啥物动作。其实，就是咱学习了，咱知影安怎去祈祷，安怎替别人祈祷。咱开始就爱运用伫咱的生活中间呐。咱生活中间就爱不住祈祷嘛。咱就爱甚至爱参加祈祷的服侍。咱教会有中保代祷的时间，伫个代祷室中间替其他人来祈祷。嘛有拜四的全教会的祈祷会。这全教会祈祷会就是望大家将咱学习的祈祷的方式运用伫咱的生活中间，替别人祈祷。咱即马拜四的祈祷会，即马平均差不多现场来差不多30几位，接近40位。伫迄线顶，咱有开放线顶的祈祷，差不多10几个。这实在是占咱教会所有信徒无到1/20。这实在是真少人参与这款的祈祷活动。实在是真拍算。但既然有学习，咱就爱将伊运用出来。这只是一个例尔。咱伫教会中间有其他的装备课程。譬如讲有读圣经的装备课程，有其他的装备课程。咱装备了，咱就爱将伊运用出来。这才是真正信仰教育的目的。所以咱简单来看，
综合拄则所讲的，教会教育的目的是在于啥？在于帮助人了解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所表现出来迄至深的疼，互人会当伫生活中间用家己的生命来回应上帝大的疼痛，照上帝旨意来活，诚做合上帝旨意的信徒。如果咱来当做个安尼，你看咱教会遐尼济人，大家所产生的迄款的快乐，是通带互真济人真大的祝福。所以咱着爱来努力，互教会真真正正成做一个信仰的学校，而且是一个实践的学校，毋是理论的学校尔。下面牧师会用几点来帮助大家了解，伫教会教育工作顶面应该爱注重的方向。然后我会用几个礼拜的时间来甲大家分享教会教育的内容。第一个，咱来了解的，讲一个信仰的学校，上界重要就是帮助人明白上帝，帮助未信者明白上帝，帮助已经明白上帝的人更加深去明白上帝。保罗先生安尼讲，伊讲，所以愿所有的人传扬基督，用独有的智慧劝诫教导大家，为着要互每一个人成做成熟的基督徒，将因带到上帝面前。所以保罗讲吼，我伫教会中间所做所有教育的工作，目的是安那帮助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成做成熟的门徒，然后将因带到上帝面前，互因明白上帝。所以，请大家毋通袂记住，咱的信仰中心就是上帝，咱所敬拜的对象就是上帝。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上帝。伊可能无亲像一般的信仰，有一个刻一个偶像，互大家看到一个偶像伫遐。所以有时有一寡人，因为无看到即个实际的实体的物件，伊就比较较无法度去感受到上帝甲伊同在。所以教会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会当亲自去甲上帝交陪，体验到上帝甲伊同在的迄个美好。真侪人来到教会，是为着明白真神上帝。如果教会无提供这款的功能，实在是亏欠上帝。今仔日咱伫教会生活中间，爱加分享上帝恩典，加分享上帝话，减讲一寡人的话，毋通互教会变做一般的社团。这是咱爱认真去做的。第二，教会这信仰的学校是爱帮助人明白，会当拯救伊的福音。保罗伊安尼讲，伊讲伫信心软弱的人中间，我着做软弱的人，为着争取因，所以伫什么款的人中间，我着做什么款的人。无论用什么款的方法，我总是爱救一寡人。我为着福音的缘故做这个代志，目的是要甲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咱看见着保罗，伊用伊一生的快乐，将伊全部的生命，拢投注伫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帮助人去明白福音的好处。所以伊讲，伊拄着什么款的人，伊就做什么款的人，为着要互因知影救人的福音嘛，为着要拯救灵魂。咱教会所做的教育的工作，嘛是应该安尼，互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互人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灵魂的拯救。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亲戚朋友中间，甚至伫咱至亲的亲人中间，可能也有人也袂捌救人的福音，这是咱的责任嘛。
咱来帮助因去了解这个。第三项，一信仰的学校，就是要帮助咱去明白真理。因为咱是活踮伫即个世代，这世代我拄则讲过，有真济无共款的诱惑，拢咧互咱离开咱的信仰。所以信徒要活踮伫即个世代中间，需要有智慧，爱明白真理。因为上帝的话，那亲像路上的灯同款，会通照咱头前的路站，互咱行了真稳当。所以，咱看见着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书第8章安尼讲，伊讲耶稣对信耶犹太人讲：恁若常常遵守我的教导，就真正是我的门徒。恁会明白真理，真理会互恁自由。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伫大使命中间嘛讲。你来将我教示恁呢，常常去教示这初来的信徒，所以这就是教会工作。咱应该爱不住传讲耶稣基督的教训，帮助人伫这个世代中间会当照真理来行。第四项，帮助人建立正确的人生观甲价值观。咱看见着耶稣伫这世间做的代志，就是去挑战人的价值观。咱看见着真侪甲耶稣接触的人，因为耶稣对于挑战这个价值观，因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咱嘛应该爱用耶稣基督的方式，来帮助咱的信徒去起造一个正确的人生观甲价值观。最后一个，就是咱生活伫一个世俗的社会中间，有来自无共款情形的诱惑。教会教育工作爱帮助信徒装备家己，来迎击这个挑战。亲像保罗伫这个以弗所书第6章所讲的，爱穿起个属灵的军装啦，就是咱要用真理做腰带，用正义做护心镜，用随时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用信心的盾牌，用救恩做头盔，用上帝的话做圣神所赏赐的宝剑，帮助所有的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祈祷得到快乐，去面对咱所徛起这个社会无共款的挑战。这是教会应该爱扮演真重要的角色。今年，咱教会有准备真济系列的训练会，包含成年主日学，包含咱的装备训练会。特别第3月初2，咱有邀请到葛兆西牧师，甲咱做伙分享服侍的操练、服侍的意义。牧师希望大家做伙来参与，透过这个装备，互咱会当伫教会中间扮演正确的角色。亲像保罗对咱的期待同款，咱每一个人拢用咱的温数合起来去做教会，互咱的教会真真正正合上帝的心意，是祝福人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充满快乐，免累阮，不断进步。求主帮助阮，伫领受你的话了后，会通照安尼去行，来荣光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